好啦，講到嗰個殘疾金啦，咁好多人咧係殘疾人士嘅，因為佢出嚟咧因為年輕嘅時候咧，或者佢好不幸咧，後生嘅時候佢變咗殘疾。咁殘疾咧有個殘疾金啊嘛，3400蚊，而家都上升到去3740蚊，係咪？咁好啦，咁佢一次次帶啊辛苦話點樣去揾嘢做咧？咁咧就之後咧去到65歲啦，65歲，因為我哋嘅特區政府好關懷啲老人家噶嘛，65歲有個養老金，但係咧佢哋冇份。咁呢個可唔可以過去嘅制度咧？因為兩個概念嘅，一個殘疾金，一個老人即係養老金啦。養老金因為佢嘅年紀啊嘛。咁點解佢唔可以收養老金？因為佢達到65歲，點解唔俾佢咧？呢個又好奇怪，可唔可以修改咧？咁而針對殘疾人65歲之後，殘疾金同養老金收取嘅問題嘅，我請陳寶雲主席答。多謝司長。咁就有翻我哋呢個養老金同殘疾金咧，佢係社會保障入邊一個長期給付，佢個目的就係為咗我哋居民因為年老或者殘疾咧而提供一個基本嘅保障。咁為咗確保咗我哋社會保障嘅資源嘅合理嘅分配啦，同埋有效嘅運用咧，咁係法律係規定咗嘅。養老金、殘疾金、失業津貼同埋疾病津貼咧，呢啲給付係唔可以咧係重疊嘅。咁其實係體現翻啦一個制度嘅公平性啦，同埋持續性嘅。多謝。